今篇信息，嫲嫲牧師先分享傾聽神聲音嘅訣竅，就係藉住不斷心意更新，讓自己嘅觀點與神同步，咁樣神就可以透過人回憶中嘅想法同我哋溝通啦。跟住就係戲肉啦。牧師分享褻瀆聖靈嘅定義，就係當人明知故犯，敵擋神嘅時代計劃，呢啲人就係褻瀆聖靈啊！神已經用成堆共同信息確立石安就係呢個時代嘅受膏者。若然仲係有人明知石安嘅身份，都繼續逼迫我哋嘅話，咪就係敵擋緊神嘅時代計劃。哇！褻瀆聖靈嘅罪係今生來世都不得赦免噶，所以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，認真明白牧師嘅分享。快速睇睇條骨先啦。Part 1，不斷心意更新，就能夠以回憶傾聽神嘅聲音。嫲嫲牧師能夠不斷清晰傾聽神嘅聲音，因為佢做到晝夜思想神嘅話，讓真理變成內心嘅品格，所以觀點睇法成功同神一致，分享嘅信息就自然有預言性啦。Part 2，石安嘅共同信息為褻瀆聖靈落下定義，定奪世人嘅罪。1，兩首伊桑與10年嘅共同信息。伊桑最新嘅6個共同信息，引領我哋回顧過去10年歷史嘅信仰歷程，打開10年嘅時間錦囊，釋放神對末後世代嘅審判。石安嘅共同信息為褻瀆聖靈落下定義，定奪世人嘅罪。2，褻瀆聖靈嘅定位同後果。神對石安賜下 Working Oracle 以及共同信息，係要揭示石安就係呢個時代嘅受膏者。任何人明知故犯，仲要攻擊逼迫石安嘅話，都干犯咗今生來世永不得赦免嘅褻瀆聖靈大罪啊！石安嘅共同信息為褻瀆聖靈落下定義，定奪世人嘅罪。3，網絡世界加速稗子豐收，絕大部分世人都借助網絡匿名化放肆犯罪，將自己變成末後世代要承受審判嘅稗子。唯有善用網絡工具，努力更新屬天品格嘅人，只能夠成為合格被提嘅麥子。石安嘅共同信息為褻瀆聖靈落下定義，定奪世人嘅罪。4，以小孩子嘅心勝過試探。香港曾經有3次機會接受石安進入神嘅祝福當中，但係香港人卻係選擇逼迫石安，褻瀆聖靈。對石安而言係我哋嘅信仰鍛煉，但對逼迫石安嘅人卻成為佢哋惡行嘅鐵證。Part 2，石安嘅共同信息為褻瀆聖靈落下定義，定奪世人嘅罪。5，石安就係神用以審判世人嘅劍。現時全世界面對嘅審判都係神明證石安信息嘅真實性，讓呢啲人同國家成為死喺石安眼前嘅反面教材。好，事不宜遲，立即逐 part 睇啦。Part 1，不斷心意更新，就能夠以回憶傾聽神嘅聲音。西巴提問到，近排好多共同信息都係印證緊石安過往嘅分享，證明嫲嫲牧師從一開始建立教會就係憑傾聽神嘅聲音去分享教導。其實呢種傾聽嘅程度係點樣從人嘅性格共鳴出嚟嘅呢？嫲嫲牧師就答，神可以按照我哋嘅性格同內在想法同人溝通，就好似自己同自己講嘢一樣，係最自然亦係接收得最豐富嘅方法嚟。舉個簡單嘅例子啦，就好似全福音恩賜運作咁，神會透過內在回憶同我哋溝通。當我哋問神呢個被傳者嘅家庭背景係點㗎，跟住就即刻醒起一個富二代嘅朋友喎。哦，咁即係話呢個被傳者都係富二代嚟咯，就係咁簡單，係咪好自然好直接呢？好啦，講返嫲嫲牧師嘅講道，原來同樣係以回憶嘅方式接收，呢種回憶係嚟自佢初信嗰陣晝夜思想神嘅話，不斷心意更新而嚟嘅。當牧師識得凡事以神嘅角度去諗嘢，咪即係不斷更新緊佢回憶入面嘅想法咯。直到有一日佢有感動要鑽研某個題目，或者突然有人問問題，咁神就可以喺牧師嘅腦海中升起佢過往嘅領受，或者係曾經思考過嘅結論啦。跟住嫲嫲牧師就出口成文，甚至講嘅每一句都有預言性添，咁就證明牧師真係無時無刻都傾聽緊神嘅聲音啊。所以今 part 嘅重點好簡單，學習嫲嫲牧師晝夜思想神嘅話，不斷心意更新，就能夠更準確咁以回憶接收到神嘅聲音啦。Part 2，石安嘅共同信息為褻瀆聖靈落下定義，定奪世人嘅罪。1，兩首伊桑與10年嘅共同信息。伊桑嘅共同信息又嚟啦，今次嘅主角係 ZNSE 1595 Far Away Lands 同埋 ZNSE 1857 Love's Redemption。冇錯，兩首歌孖住一齊嚟。呢兩首伊桑都有一個關於10年嘅共同點，再加上神喺呢度加啲，嗰度加啲嘅共同信息，最終得出一個驚人結論。石安從10年前開始就成為咗世人被神定罪嘅標準啦。哇，好，一齊睇睇啦。首先係兩首歌同10年嘅關聯。Far Away Lands 係講述一個女仔用咗10年時間完成建造圖書館，祝福小朋友嘅夢想。而 Love's Redemption 就係講緊舊約嘅路德嘅故仔，正係喺佢結婚後10年開始嘅。兩首伊桑都一樣強調10年是有 QK， 跟住就係一連串嘅印證啦。1 Strong Number 1350對應歌名救贖嘅意思。Love's Redemption 嘅 ZNS 編號係1350，咁啱希伯來文嘅 Strong Number 1350就係救贖咁解，編號同歌名愛嘅救贖完全吻合啊。2 Strong Number 7327與戰爭關聯。
上星期都提過參賽編號68嘅追擊吉姆同世界大戰有關嘅共同信息啦。原來印證陸續有嚟。Love's Redemption 嘅主角路德喺希伯來文嘅 Strong Number 係7327。當我哋嘗試以呢首歌嘅首播日期2025年3月30號倒數7327日，就會去到2005年3月9號。啊，有咩咁特別呢？答案就係3月9號唔單止係追擊吉姆得獎嘅日子，呢日仲係一年嘅第68日，又諗返世界大戰啦。哇，世事環環相扣，都係為咗 double 再 double 印證石安啊。3. 10年與戰爭關聯。石安新歌唯一一首有10年歌詞嘅歌，就係紀念嫲嫲牧師自傳10週年嘅 ZNS 1829 10年樹蔭。原來呢首歌嘅首播日期係2023年嘅1008。哇，相信大家都識背啦。1008就係以色列向哈馬斯宣戰嗰日，仲連繫到聖經哈米吉多頓大戰嘅數值。好，嚟到呢度，我哋先簡單總結一下頭3個印證： 1. 歌曲編號嘅 Strong Number 對應歌名救贖； 2. 主角路德嘅 Strong Number 以及 MV 首播日期加加減減對應3月9日得獎嘅68號追擊吉姆，即係同世界大戰有關啦。 3. 石安新歌10年樹蔭嘅首播日期就係1008，又係打仗啦。哇，淨係睇頭3個印證，10年似乎係同戰爭有啲關聯喎。跟住文偉叔叔都有奇遇，事源係佢嘅母校搞緊個活動，話住要打開10年前嘅時間錦囊喎。喺呢個活動嘅前一日，牧師就分享咗小獅子要欣賞大獅子嘅 Legend。點知當佢參加完母校嘅活動之後，就遇到一架車牌係賣 Legend 嘅車，好神奇啊！好啦，咁多巧合加埋一齊，當然唔係巧合啦。既然10年嘅 message 係咁重要，咁10年前嘅我哋又做緊啲咩呢？5. 10年回顧，發現石安位份嘅起點。原來10年前嘅2015年3月29號係星期日嚟，當日播放緊《天馬座行動信息》第3篇，係石安發現自己永恆身份嘅起點嚟。哇！睇返呢個10年前嘅時間錦囊，當初只係一個微小嘅起點，嚟到今日，我哋已經好確定石安就係新婦，係可以審判世界嘅4馬，真係好震撼，好感動，忍唔住衷心多謝神10年嚟嘅引導啊。6. 電影10年嘅審判預言。好，10年前發生緊咩事仲未完嘅？原來2015年有一出戲10年，正就係講緊2025年嘅香港將會非常混亂，一落千丈啦。哇，呢點簡直係驚人地吻合依家嘅香港。當然啦，香港搞成咁嘅真正原因係嚟自神嘅審判。從1996年開始，全世界都拒絕聽石安嘅信息，佢哋甚至舉起重石頭攻擊神嘅受膏者，所以神逐個計數，一個不漏。其中拍呢出戲10年嘅主角之一，就係當年有份逼迫石安嘅廖啟智，佢都經已早賣鹹鴨蛋走咗，證明神嘅審判好真。所以一開始就話，今次伊桑與10年嘅共同信息印證，石安從10年前開始就成為咗世人被神定罪嘅標準啦。跟住牧師仲按住呢點繼續延伸分享成今篇信息嘅主軸。Let's go！ 石安嘅共同信息為褻瀆聖靈落下定義，定奪世人嘅罪。2. 褻瀆聖靈嘅定位同後果。共同信息存在嘅目的就係揭示神係世上最偉大嘅作者，佢能夠掌管生死、歷史以及世界大事。我諗呢點都冇人有異議啦。咁嘅話，我哋身處喺作者筆下嘅世界，就要清楚知道佢為世人定落唔同嘅人生法則。呢個世界係點運作？呢個 game 係點玩嘅呢？其中一樣，牧師今次幫我哋釐定嘅就係要明白咩為之褻瀆聖靈啦。好，先我答案就係當人明知神嘅真實，都仲要亂噏24，甚至冤枉神嘅僕人，敵擋神嘅工作，咁就係褻瀆聖靈啦。神一定會審判嘅。睇睇法利賽人嘅例子啦，佢哋明知奉神嘅名趕鬼真係 work，但就係因為睇主耶穌唔順眼而冤枉佢，話佢係靠鬼王別西卜趕鬼。哇，咁嘅大話都講得出，佢哋將神蹟講成係邪靈作為，唔止冤枉主耶穌，仲敵擋神嘅工作，真係黐咗線。所以主耶穌直接就落結論，話佢哋係褻瀆聖靈。Game over，玩完啦。好，睇翻石安，神經已用成堆共同信息，明證石安就係新婦。牧師講嘅信息就係聖子，即係神嘅工作啦。咁嘅話，嗰啲扮聽唔到，仲要明知故犯攻擊石安嘅人，就係攻擊緊神嘅作為，即係褻瀆聖靈。哦，咁佢嘅永恆就同法利賽人一樣，玩完 Game over 啦。聽到呢度，西巴就回應：而家咁多共同信息，就知石安嘅身份啫。但係對於牧師嚟講，開頭建立教會嗰陣，都仲摸索緊，要一步步發掘出神嘅心意。呢種睇唔透嘅信仰考驗方式，係咪神刻意考我哋有冇以善良嘅心回應神嘅帶領呢？嫲嫲牧師就話：係啊，其實神對石安嘅帶領，一方面就係考驗我哋嘅品格啦，另一方面仲係累積緊神嘅工作，建立神完整嘅時代計劃，成為審判世人嘅標準啊！點解咁講呢？啱啱都提到褻瀆聖靈嘅定義係人敵擋神嘅工作。好啦，咁神嘅工作即係咩呢？喺邊度呢？
主耶穌時代救贖計劃就係神最大嘅 planning。嚟到而家，神嘅時代計劃咪就係石安過去40年嘅信息咯。加州大火同侵侵對抗藥廠嘅舉動，都證明咗牧師分享嘅破債金訣、醫藥陰謀，全部都係神嘅工作嚟。所以當世人再闊佬冷你，甚至出現攻擊石安嘅信息，就等於自尋死路。嫲嫲牧師形容呢班人就好似乞衣去到5星級餐廳乞食一樣，已經免費有得食，仲要嫌3嫌4，批評廚師唔識煮，唉，咁就衰梗啦。所以世人一定要認清邊個係世界嘅作者，邊個係作者命定嘅主角，咁至可以玩好呢場 game，有 happy ending 噶。好，整理一下今 part 嘅重點啦。1. 褻瀆聖靈罪嘅定義就係任何人明知故犯，冤枉神嘅僕人，敵擋神嘅工作。2. 石安教會用40年侍奉建立神嘅時代計劃，亦即係神嘅工作，所以逼迫石安嘅人亦等同褻瀆聖靈，要承受審判，甚至永死嘅結局。咁我真係要警醒小心，唔好落喺呢啲罪當中啦。石安嘅共同信息為褻瀆聖靈落下定義，定奪世人嘅罪。3. 網絡世界加速敗子豐收。啱啱牧師提到嘅食客冇資格批評廚師嘅例子，次恩都回憶起初初侍奉嗰陣，牧師教佢要保守自己嘅心，就唔好睇網上嘅惡意評論，因為呢班人就好似食客一樣，根本冇資格批評廚師。結果當次恩跟住爸爸嘅提醒執行，真係出現印證，證明方向正確啊！嫲嫲牧師都回應到，係好多鍵盤怪獸以為網絡匿名就唔使負責任，結果口沒遮攔，咩都講得出。佢哋亂噏24就係栽種緊邪惡嘅稗子，最終就會演變成褻瀆聖靈。唉，有一個玩完嘅方法啦。當然啦，呢啲稗子都會成為麥子嘅阻力考驗，塑造我哋擁有辛苦級數嘅品格。所以面對網上嘅批評，我哋就要做到一個聰明嘅廚師，專注喺有助成長進步嘅意見，排除所有無謂嘅批評論斷啦。石安嘅共同信息為褻瀆聖靈落下定義，定奪世人嘅罪。4. 以小孩子嘅心勝過試探。喺牧師分享褻瀆聖靈嘅錄影當日，就係清明節同兒童節嘅4月4日。文偉叔叔就問：一邊係死，一邊就係小孩子，咁會唔會係神提醒我哋要有小孩子嘅信心，相信死人冧樓嘅4碼審判將會誕生呢？嫲嫲牧師就回答：可以咁講，清明節同埋兒童節係兩個咁極端嘅對比，可以分出兩種唔同人嘅信仰。代表死亡嘅清明節就係指信仰嘅失敗者，佢哋要面對神嘅審判，最慘嘅就係永死嘅結局啦。而兒童節就代表擁有小孩子嘅信心，成功勝過唔同試探嘅成功信仰啊！睇睇嫲嫲牧師嘅 model answer， 佢雖然踏入花甲之年，但都依然保持小孩子嘅心，願意不斷學習、成長同改變。從耳機到高達，從唔同類型嘅保健產品同健康知識，咁多又大又新嘅題目，牧師都越做越專業，越做越精益求精。呢種就係神所欣賞小孩子嘅單純嘅心，亦係主耶穌所講讓人進入天國嘅資格啦。至於大部分唔接受石安嘅人，佢哋明明可以睇住石安嘅榜樣跟住嚟抄，但都梗係偏行己路，選擇匿喺網絡後面抹黑石安，呢個就肯定歸類為敗子啦。所以清明節同埋兒童節都可以看為麥子同稗子嘅豐收，係兩個極端嘅結果嚟嘅。當然啦，呢啲因為褻瀆聖靈而被審判嘅人真係唔抵可憐嘅。事關嫲嫲牧師一早都俾足機會，西巴就話過往佢哋都有好多回轉機會，從96年開始，牧師刻意 mark 低石安嘅不同進程。96年水事件，2016年宣布教會1455嘅人數，以及2018年牧師最後 final call 提到世人要把握機會參與只此一家嘅石安。最終新冠疫情爆發，教會至決定唔再收新會員，然後至開始大開殺戒嘅審判，所以機會真係好夠啦。嫲嫲牧師都好認同，一切都係神掌管嘅預計之中。佢將最好同最差嘅靈魂都擺喺同一個時代，面對相同嘅考驗，所以大家嘅機會都係一樣嘅。第一個考驗就係大衛寶座嘅試探，第二個就係所羅門寶座嘅試探。大衛寶座嘅試探就係困苦同逆境嘅考驗，基督徒要堅持對神嘅信心，至能夠通關。所以經得起96年考驗嘅弟兄姊妹，就即係成功過關啦，恭喜晒！至於所羅門寶座嘅試探，就係喺富足安逸當中，仍然識得對自己殘忍，成就神嘅心意。過去石安要面對各種抹黑同逼迫，都可以憑信仰內涵勝過逆境嘅考驗。嚟緊無論大小獅子，都要學識喺成功當中更加努力同自律，持守真理，成功破碎舊我，塑造出屬神嘅品格，咁至可以勝過所羅門寶座嘅試探。只有堅定建立屬神嘅品格嘅小孩子，至可以塑造出集大衛同所羅門於一身嘅信仰，脫離神對整個世代嘅審判嘅。Part 2， 石安嘅共同信息為褻瀆聖靈落下定義，定奪世人嘅罪。5. 石安就係神用意審判世人嘅劍。嚟到信息嘅尾聲，睇返10年前嘅天馬座行動信息，
原來當年講回到未來嘅最大原因，就係電影中出現咗石安劍嘅 logo， 令我哋意識到自己有不一樣嘅身份。Benny 叔叔就話呢個咪就係代表大開殺戒嘅劍咯，係印證神命定石安成為約書亞世代對迦南地大開殺戒。嫲嫲牧師都話係啊，牧師過往一直都話住神不斷將反面教材帶到佢面前死俾佢睇，所以石安對世界大開殺戒嘅情景其實好早就開始鋪路，直到依家破債金訣、養分療法、疫苗禍害真係成為咗神審判世人嘅劍，全世界都要死喺石安面前。佢哋瞎眼嘅程度係連 Trump 走出嚟講明兒童疫苗嘅禍害都不信，仲要亂咁鬧。唉，咁真係冇得救啦！不聽嫲嫲言，就唯有成為下一個反面教材，死俾石安睇啦。好，最後嚟個重點回顧，加深印象啦。一，不斷心意更新，就能夠以回憶傾聽神嘅聲音。嫲嫲牧師做到一生晝夜思想神嘅話，讓內心品格同觀點成功與神同步，所以能夠分享出 Walking Oracle 嘅預言性信息。二，兩首 E-Song 與10年嘅共同信息 ，E-Song 又有新嘅共同信息啦。今次嘅 Far Away Lands 同 Lob's Redemption 聯繫到10年前嘅天馬座行動信息，印證石安就係只此一家嘅信仰傳奇啊。三，褻瀆聖靈嘅定位同後果，石安就係呢個時代嘅受膏者。任何人明知石安被神帶領，仲要冤枉攻擊石安，就已經干犯褻瀆聖靈嘅大罪，今生來世永不得赦免。四，網絡世界加速稗子嘅豐收，末後係神收割麥子嘅日子，亦係信仰稗子嘅豐收時間。網絡工具成為咗呢兩班人嘅分界線，善用網絡工具心意更新嘅人就成為麥子，喺網絡世界當中敗壞性格嘅人就會成為被神審判嘅稗子。五，以小孩嘅心勝過試探，神讓石安喺眾多嘅信仰逼迫當中，成為人類歷史最好嘅信仰優等生，而逼迫石安嘅人，佢哋自己證明係人類歷史最差嘅靈魂，將自己推入永死嘅審判當中。六，石安就係神用以審判世人嘅劍，石安已經被神明證係擁有人生出路答案嘅受膏者，任何人選擇唔聽，甚至敵擋石安嘅信息，都必定會成為死俾石安睇嘅反面教材啊！神萬倍祝福嫲嫲牧師對我哋嘅鄭重提醒。最後我哋一齊宣告3次啦！我哋就係呢位灰馬騎士去審判世界，我哋就係呢位灰馬騎士去審判世界，我哋就係呢位灰馬騎士去審判世界。